中国迄支手第二春入来到咱台湾，即马中国各有讲动作，到底是啥物用意？中国民航局宣布讲，为着小偷地区航班增加压力，要来启用 W121航路。咱陆委会是要求中国紧甲咱国协商，若无这种做法会互区域的政策愈紧张。是安怎区域的政策会愈紧张？专家就分析讲中国家己启用 W121航道，毋但会压迫到咱台湾空防预警的时间，更加是想要甲台海的中线甲浮掉。中共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，中国民航局初六单方面宣布启用 W121的航路，讲是为了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加压力，减少航班的延误。民航局今天宣布启用 M503航线、W121衔接航线。虽然中方讲对两方有利，不过 M503航路其实是中国2015年初伫台湾海峡中线西边新威胁的国际民航的航路，因为我军海峡中线加敏感的空域引发争议。中国民航局伫2024年4月19启用 M503航路 W122、W123衔接线由西向东运行了后，今日佫宣布7日起启用 W121衔接航路。专家分析，中共单方面启用 W121支线航道，毋但压缩台湾空防预警时间，更加想要彻底甲台海中线改消掉。可以把它想象成这种 M503空中航路，就像立体的高架桥。M503是干线，那么左右飞行的这个121、122、123就是支线。那支线启动之后，当然会让这主线的航路更为拥挤，那就压缩到台湾的防空空间了。专家指出，由台海中线以东属台北飞航情报区，离 M503航线距离大约只有6海里。万一中国民航机伫空中对着天气也是其他因素需要偏航，台北飞航管制小只有30秒，会使应对，比扭时间短，会造成这个潜在飞安的问题。M503旁边的话，再来就是那个 W4航路，那也还是会有影响到，而且可能要再做一个那个高度。或是那个距离的一个范围的隔离。中方单方面宣布启用 W121衔接航线，陆委会表达强烈的遗憾，指出这做法会互区域政策侵权。民航局当然要求中方应该依照2015年共识，赶紧甲咱方电气沟通，也严密来掌握相关航班飞航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